人會面對界限處境，喺死亡、痛苦、罪疚、失敗等時刻面前，我哋會去到一個再無法解釋嘅地步。理性停頓，邏輯亦給唔到答案。嗰一刻，我哋只能站喺沉默之中，但呢種沉默唔係空虛，相反，呢度係一個超越自我嘅提問開始之處。我喺沉默之中找住嘅係乜？係解釋，係放棄，定係對作為存在根源之超越嘅信任？界限處境唔係為咗摧毀人，而係為咗喚醒人嘅存在。當一切可能性似乎都被關閉之時，我要作出選擇，係將自己絕對化，定係向超越我自身嘅根源敞開？當解釋停止，我嘅沉默就成為方向，而沉默所找住嘅，正正規定咗我嘅存在。界限處境成為一個信號，使我重新建立同那超越我之根源嘅關係。